传统的爱情故事，台语语言广播广告。足久以前，有一个查甫囡仔来到一个小的村庄，伊来拜师学钢琴。查甫囡仔真拍拼咧学习，无偌久了后，伊就变做一个琴艺足赞的钢琴师。因为伊的才情真好，引起真侪查某囡仔的欣赏甲爱慕。其中有一个好野人的小姐，足喜欢这个少年家。不过，因为家己身份的关系，毋敢对伊表示。小姐决定去甲伊拜师学艺。小姐的学琴的目的，是要接近伊喜欢的人，所以伊的琴艺就一直无进步。不管钢琴师安怎来严格要求这个小姐，伊的琴艺都是无进步。过一段时间了后，钢琴师甲小姐讲，伊无适合学钢琴，伊无才调阁继续教伊啊。小姐听到这话，心内真艰苦。伊甲钢琴师讲：“你讲我无适合学钢琴，只要予我半年的时间，我一定会进步，予你看。”小姐离开钢琴师了后，就无眠无日，就拍拼练习钢琴。除了食饭，其他的时间拢用伫弹钢琴的顶悬。半冬过去啊，小姐去找钢琴师，要甲伊垫家己半冬来拍拼的结果。谁知影，伫这个时阵，钢琴师竟然从征调到战场去做兵。小姐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心肝真艰苦，烦恼钢琴师伊的性命，加上对伊的思念。小姐规工目屎流，目屎滴。小姐厝内的人看到伊的情形，就安排真侪人来相亲，想要互伊放袂记迄个人。小姐插拢无爱插，因为伫钢琴师斗阵的迄段时间，伊已经认为迄个钢琴师就是伊这世人的瓦靠。虽然无过门，不过伫小姐的心肝内，伊认为家己一定爱嫁予这个钢琴师。这时阵有一个村长的后生嘛意爱着小姐，为着互伊死心，竟然叫人自战场扛一个尸体转来，而且甲小姐讲，这个尸体就是钢琴师的尸体。因为尸体的面容真歹认，加上伊离开庄内嘛已经有3冬的时间，小姐自然就当作这是真的。伊相信钢琴师已经伫战场过身啊。接受这个事实了后，小姐心痛，甲无想要阁活落去啊。伊无因为安尼嫁予村长的后生，颠倒选择结束家己的性命。钢琴师伫战场的生活，嘛竟然一直咧思念伊甲小姐斗阵的迄段时间。这时阵，伊才发现家己嘛已经介意着这个小姐。伊甲对小姐的思念谱曲做一条旋律。钢琴师转来庄内的时阵，因毋望会当亲身弹这条曲予小姐听。不过无想到，伊转来庄内的时阵，听到的竟然是小姐自杀身亡的消息。钢琴师伤心到要死，伊来到小姐的厝内，甲伊的厝内人探听。
小姐伊住伫啥物所在？小姐的厝内人原本无愿意甲伊讲，因为认为小姐会选择自杀，拢是伊的关系。更轻师一直恳求，望会当到小姐的墓仔埔看伊最后一面。小姐的厝内人想了后，这是小姐过身进前的心愿，所以就甲伊讲小姐伊的葬身的所在。更轻师到小姐的墓仔埔进前，甲伊讲伫前调的这段时间，伊有偌怀念斗阵的迄段时间，嘛甲小姐讲我介意你。毋过小姐已经无才调听到啊。更轻师离开小姐的墓仔埔了后，行咧行咧，毋知要去倒位的时阵，忽然间伊看到一间教堂，伊行入去教堂内底，看到一群人当咧聚会。教堂内底有一台钢琴，伊问牧师，敢会当借这台钢琴弹一条曲，互大家听？其实，钢琴师心内真正的想法，望会当弹琴，互伫另外一个世界的小姐听。牧师同意了后，钢琴师摕乐谱出来，弹伊因为思念小姐所做迄条曲。弹了后，教堂内底的人拢站起来拍谱仔，对钢琴师伊所做的表演表示肯定。大概人欣赏这条曲的时阵，毋知影这条曲的后壁有一段遐尔凄凉、悲伤的爱情故事。这条曲付出的，毋敢若是作者的拍拼尔，还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对爱情的坚定，付出性命，甲一对男女因为爱情所经过折磨甲考验。这条曲就是即马大家知影的卡农。卡农作曲的时间，离现主时已经有300多年的时间啦。一直到即马，这条曲大家拢知影是世界的名曲。阮想这段故事，就是这条曲才有名的原因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无论你有相信也是无相信这个故事，卡农这条曲会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。望大家介意这个卡农的爱情故事。